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辰。今仔日要来讲健康，是死了一个明星之后，讲到血癌，毋是10大癌症之一，偏偏急性的，敢若感冒、疲劳一出啊，互人都无去。好加载，还佫有基因检测讲有健保，还佫有 AI 发现细胞的怪奇，到底即马血癌是可怕无可怕？今仔日相关的医师甲营养师来甲你斟酌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马偕病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张明志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观众大家好。那么第二位新竹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黄怡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是咱营养师李家辉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这个艺人布子醇可能是急性的这个血癌，来不幸过往，食到46岁。医师表示，这几年血癌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，有可能甲基因的突变、甲放射线会影响等等因素有牵连。除了药物的治疗，急性的骨髓性的这个白血病呢，也会当做骨髓的移植。那么，不过血癌早期的症状甲感冒有够像，那么所以呢，观众要特别注意。艺人布子醇技术得到急性血癌，初一下晡过身，享年46岁。演艺圈其他艺人，亲像沈玉琳、高凌风等人，拢是血癌患者。医师表示，这几年血癌患者有增加现象，其中包含少年人，推测可能甲基因突变、放射线暴露等经济因素有关系。你接触的有机溶剂啦，然后暴露的有毒物质啦，吸进去的 PM2.5啦，那或者是暴露在过多不正常的电磁波。医师表示，血癌就是白血病，因为人体主要造血系统骨髓产生癌化病变，和白血球异常增生，影响血液功能。血癌有分急性甲慢性，急性血癌佫分做骨髓性甲淋巴性两种。前一种大人较常看到，后一种发生伫囡仔较侪，而且男性是女性的1.5倍。因为血癌初期症状甲一般感冒同款，较会被忽视。若出现反复发烧、加疲劳、贫血、不明原因的乌青出血、骨头关节痛，这些症状都要提高警觉。可能你在抽血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也许是全血球低下，或者说在周边那个血液的抹片上面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芽细胞，有这些蛛丝马迹，也许医生就可以及早去给他做一个正确的诊断。血癌治疗方式除了化疗甲药物，也进行骨髓移植。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啊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它的存活率就比较低了，可能有只到40%左右。年纪的大小，儿童的成功率会比较高。根据自治骨髓资料库统计，历年登记关键人数将近50万人，已经成功配对移植7200人。医师强调，预防血癌的方法除了减少辐射暴露、粘头毛剂等化学物质，也要饮食平均、规律运动来增加免疫力，搁定期做健康检查，才能早期发现暗藏的健康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咱来讲这个题目因为纯粹是这个明星46岁。就好好啊人，顶礼拜安全拄安全，临时刷了就无去啊。这引起大家注意讲，这个白血病还是血癌这种物件，看起来敢若感冒，还是疲劳。咱这个图表顶头写，定定看到的这个症条，我甲考起来，我有4种，主持。我嘛定定会头晕、会疲劳，嘛会骨头痛，莫名其妙有当时乌青啦，有当时起汗出血，我这爱开始爱警觉无，还是讲无啦，这爱去做检查，唔通大主大意，家己该做医生。对，一般讲起来这镜头嘛是真要紧诊所嘛是在做体检，人国建局嘛有做一些
成立的预防检查。这个外国吼，因发现的比例较悬，就是常常咧做检查。哦啊，咱就是无代志，拢唔做检查啦。所以你要提早发现，我一定敢就是爱叫骂掉检查。啊，但是要检查就抽血啊，你知吗？抽血啦，啊，古早吼，一般咱诊所的迄个机器可能无遐好啦。啊，你嘛主持人有提醒讲有 AI， 来判读吼，看迄个毛片，安尼你的正确率就较悬啦。但是嘛要去教学病院。一般拢会发现奇怪的时阵，就会转介转去教学病院，做进一步的化验。啊，通常咱咧化验这个血液的时阵，是拢咧看什么物件？看血球啊，一般是看白球数目啦。头拄啊，迄成功的杨医师讲了好，真悬的超过1-2万的血癌的一种，有一种是血球较少的，2-3千的嘛是。伤悬伤济拢袂使。拢唔对，啊，血小板一般是少，啊，欠血是较无遐厉害啦，慢性的较会欠血啦，急性的欠血较无遐严重。好，医师你甲咱规个整个概念吼，互大家来了解讲，什么叫做血癌啊？因为我看连续剧常常拢出现讲，这样叫血癌血癌啊。小说嘛是安尼写的。血癌就是有分2种，一个是急性的，一个慢性的。急性的就是讲无成熟的迄个细胞，敢若囡仔咧牙细胞，无分化的细胞，叫急性的。啊，慢性的就是已经老化的细胞较侪，就叫慢性的。一般是安尼分。啊，伫骨髓有关系的就叫AML 急性的骨髓性的白性血癌。啊，淋巴球就是另外淋巴球，淋巴球一般是咱的伫牵胛仔淋巴腺内底。啊，骨髓是伫咱的骨头内底，所以有分安尼初步分四型啦。但是我所知讲，儿童发现发生这个血癌的比例有较悬哦。儿童囡仔吼来讲，伊是别项癌症少，所以血癌是多。啊，大人真侪肺癌、胰癌、大肠癌，所以分开咱的血癌变成11名去。11名去。对。啊，所以囡仔是血癌是头一名。头一名。啊，搁这神经末细胞的迄个 neuroblastoma， 迄个是囡仔上多。囡仔上多，这2种。迄个伫邮寄面顶的肾上腺。哦，所以阮先安尼来问医师主任就是讲，若是血癌平常时，咱差不多几个月就要去抽血做一摆，还是讲无啦，1年做一摆就好啊啦。啊，这个好问题真歹按算。一般来讲吼，你3-4个月前拢完全正常，啊，即马就着搏起来，急性的血癌嘛。所以一般唔知，除非你讲的这个骨髓化生不良 MDS， 这个慢性的，这才有他讲，3-4个月做一届无要紧，急性的无互你按算的去对啊。哦，所以你感觉唔对，一般拢是误诊感冒啦，喙齿牙周病啦，拢是安尼来的啦。所以这真正风水教论哦。一般就是感觉怪怪啊，发烧袂停啊，除非乌青，你就爱抽血啊。有的医生外口去诊所也是齿科可能无间隔，无伊嘛无这个，我袂使讲无设备嘛是会使。齿科你当时挽喙齿甲你抽血无嘛？唔办。就是啊，啊一般就是讲，你喙齿流血。喙齿接起来，我先甲你安尼擦咧、洗咧。有诶，我一个患者讲，医生喙齿科医生讲，你这个足特别的啊，我好啊来翕相啊，讲唔爱靠过这型的，迄个就是血癌嘛，第5型的血癌嘛。气化会正起来，所以就是有这警觉心无啦。哦，所以这咱对家己的身体有当是唔通。红嫌讲啊，过多想多，啊嘛是爱较注意了。对，愈细腻愈好，愈细腻愈好吼。对。但是人讲人唔通受冷力诶，规工活甲安尼，敢若活伫这个恐怖的世界安尼。但是你讲这个血癌无法度定抽血来做，因为伊当时要发生你都唔知。唔知。啊，毋过有一个趋势啦，比如讲你家族有安尼血球。长期拢较少的，还是讲有的是多血症、骨髓增生症，另外有这型的，还是你做过
化学治疗，像黏癌啦，还是放射线，这个拢是得肺癌的一个原因之一。哦，所以安尼我来问中医师，来问中医师吼，中医师，恁接的时阵，敢有通接着讲哦，你这有可能有肺癌，还是讲无？你看你的这个面型，看安怎，看症状，那你来甲你讲了后，你才有通判断。咱中医咧看病，毋能干那诊脉，也是讲看水质，规个人全身躯的状况，拢爱家入去来了解啦吼。所以像头拄啊张医师有讲啦吼，若是不明的原因啦，出血啦，还是讲头壳晕吼，人足忝的，足忝啊，人足戆的，强要昏昏起死去吼。啊，即种的，若是讲定定咧感冒，还是讲不明原因咧发烧，定咧发烧，即咱拢爱考虑入来吼。咱若中医师伫咱的诊所，若看病吼，门诊看到即款的病人，咱一定爱甲讲，爱来去病院来去抽血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吼。啊，这若是有当是讲，哎，这个头晕吧，啊，这不明的这个乌青，恁就会开始会怀疑讲，伊可能有这个病。确实是会怀疑是有血液的病啦，所以咱会转去病院的血液的肿瘤科吼，这是会考虑到的哦。啊，咱若咧用药啊，先咧甲做依期性的这个治疗，比如讲已经知影，但是伊来找中医，是啊，咱咧依期性的治疗，咱中医敢有法度，通好来做一个依期性的治疗。咱来看伊即马伊伫咧迄落白血病治疗吼，目前西医治疗的迄落进度甲状况，咱中医会使来做配合啦，来合作。那有诶时，咱会来看讲，咱的病人啊，伊是精神无好，气血拢会足虚的、虚弱的，咱来甲伊补元气，还是讲爱补血啦吼。那有诶是讲拢食无啥会落的吼，伊可能治疗进前，还是讲治疗的中间，去化疗有影响到伊的胃口，咱嘛爱甲开鼻吐吼，开鼻，来加强伊的迄落消化甲肠胃的功能啦。啊，咱头早就开讲讲，其实西医有咧用恁的这砒霜，嘿，砒霜的砒霜的药啊，啊嘛有咧用黄芪，嘛有咧用青芪黄芪，青芪黄芪，啊，迄是讲听讲是爱煮一重，爱万几箍，是安尼吗？是，因为这个中药吼，确实有效啦。一般来讲，慢性的肺癌嘛有这个树啊，迄树皮嘛有咧，荷尔蒙哈林托林啦，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药啊，嘛是用为树啊来的啊。哈，啊，砒霜这个就是差不多20年前啊，大陆发展的啦。一开始哈尔滨，一开始是维生素 A、维他命 A 的衍生物，伊发现吼，第三型的肺癌吼，伊毋是讲癌细胞安怎变歹，伊是无法度分化，这无法度成熟啦，危去安尼，无法度大汉啦，拢细汉的细胞，所以无功能嘛。啊，所以一直生，生了真侪的时阵就变肺癌嘛。啊，迄型的吼，拄好伊的生长的讯号内底有一个爱分化的物件，爱需要维他命 A。啊，所以维他命 A 是大陆上海遐发展的。啊，上海发展了，哈尔滨讲，我砒霜嘛是共款有效啊，所以两个合起来变讲，咱算讲咱华人内底是世界上有名的啦。就是唔免做化学治疗，唔免做骨髓移植，高下来就好，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一部分的迄个原因是因会分化，就是个敢若讲你囡仔无乖，你唔是讲甲拍甲啥，是甲教。分化治疗对。咱标靶是用强棒的方法啦，分化就是甲你刮循善诱。哦，讲你试一个，嘿，啊，佫食两喙啊，佫食三喙。对，就是这型的啦。豆豆啊试安尼。对，所以这个变讲，这诊断要真正确。啊，内底你头拄提供的基因分析嘛，真要紧。伊有特别的这个APML RARA 基因含维他命 A 有关系。啊，这小段才来好好来斟酌吼。就他因为头就讲着讲，这个黄芪啦，这个砒霜啦，咱平常时应该是无人会来食这个物件吧？
这当然是袂使有白食啦吼，因为砒霜是一种毒，是足毒的哦吼。那大家外口吼凊彩若拄着砒霜啊，甲接触，这是会翘起的哦吼。啊，伫咧即马台湾的迄落中医吼，医学法律内底，咱嘛袂用毒性的迄落药啊来甲病人做治疗。所以即马咱张医师头拄讲，咱砒霜会使伫咧其中一项的迄落白血病内底的治疗，迄是有基因吼，也是讲爱甲正确的诊断了，而且这叫他落药。对，啊，而且这砒霜毋是一般的砒霜啦，啊，伊是有再制作的一种药啊啦。有萃取的。对啊，爱甲减毒，袂使的，绝对是袂使的。袂使。好。啊，但是营养师呢，咱平常时伊嘛讲有黄芪啊，黄芪咱嘛有通食。咱来咧煮迄落鱼头汤的时候，嘛有通黄芪煮啊，拢嘛有通囥啊，这食落敢有效？对这炎性的就是癌症的病患吼，阮感觉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尤其是你也是肺炎的话，因为伊有迄白血球的问题，所以咧一定爱有食，这最重要的，就是拢爱煮好食。无的话，袂使食青的，嘿，袂使食青的哦。啤酒少袂使食青，会细菌感染嘛。对。哦。啊，亲像对，啊，搁有第二个就是讲，因为咱伫治疗的同时啊，你就是爱有足够的这热量，所以你就是食的落去啥物，你其实拢爱食。莫讲吼，这水果有糖分，是毋是？有人就有迷思讲吼，糖分是毋是会互癌细胞搁较大？对，足侪人拢安尼。对，拢足侪人有即种迷思，就讲啊，我这嘛袂使食，迄嘛袂使食，就拢食无够。有种讲法讲我甲饿死。对。我甲你不共戴天，我甲你饿死。但是这可能会先甲家己无体力啦，你就无法度去治疗安尼，好。啊来第三个就是讲，你可能无法度一摆食足济，所以你爱有食一寡啦点心的时间，吼。但是这点心嘛是营养的啊，吼，这就最重要。那但是呢，就是青的绝对是袂使食，亲像水果，吼，水果咱就是上好，就爱打伊的皮，打伊下皮，吼。啊，你要洗即种水果的水，吼，上好嘛是拢有烘过。就是拢有嘿煮蔬果安尼较无滚。一般吼，有的患者拢讲啊，香蕉会使袂啊，苹果安尼下皮会使袂，拢袂使。袂使。袂使。伫迄个无菌餐吼，做骨髓移植的人，拢爱无菌餐，拢爱煮过，爱煮过。再还搁严格的迄个，那拢就是最重要。煮个完全爱无细菌的啦。对。袂使有麦菌。所以伊放咧你面头前的时阵是一个挂甲扛起来的啦，袂使连掀起来袂使。保护起来。哇！这我看到迄个，这个啥？这个林黛玉哦，也是咧加保育啊，是这个。我会记得我细汉时，我一个老师，这棒球林家的老师，伊一厝的自细汉食水果拢用吹啊，各式各样的水果拢用吹啊，拢袂当食青。不过咱台湾人是垃圾食垃圾袂啦，免疫力较会好啦。我即马今仔日讲是肺癌的，较特别啦。就还特别注意啦，所以第一就袂使食青的对啊。对，青就是真正袂使食。吼，你讲安尼，我有患者就是讲奇怪，那细菌感染吼，沙门氏菌，问咧都说哦，病边啊。煮一个杂菜面，内底卡一粒卵，迄卵无熟，安尼就对啊。溏心蛋，袂使，溏心蛋啊，袂使，温泉蛋嘛袂使，嘿，就是无煮熟的，无熟的，袂使。但是毋是讲加两炒56度，若是煮炒4-5分钟了，迄内面的细菌拢刣死，啊，就当食青。有病毒哦，毋是干那细菌尔。啊，佫有病毒伫的。对。所以也嘛是爱注意吼。牛排嘛是。牛排内底可能70多尔。好，来，咱线顶咱的尤主任伫线顶啊吼，尤主任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尤主任吼，咱头仔讲到这个骨髓吼，咱咧移植的这个骨髓吼，是啥物都一种血癌的这个类型，才有这个移植的这个可能性。
啊，若像这个拄啊遮过身的这个艺人，伊这个急性的，伊就完全无机会吗？伊若讲较早的诊断出来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哦，一般讲起来就是你爱缓解啦，完全是癌细胞抬到10的负2次方，迄阵才会使移植啦。你若讲癌细胞多的时阵，拄啊多就无法度抬。袂使。啊，我继续来问这个杨主任吼，主任，咱在像你咧做这个移植的时阵吼。咱即摆看到有急性的、有慢性的、有急性的淋巴球性的，也有慢性的淋巴球性的。这4项感统通好做移植吗？会使啊，拢会使，咱会使做移植。啊，伊的先决的条件是啥物？就是讲伊的癌症有控制了，伊的癌细胞拢可以消灭掉以后，就可以做移植。哦，啊。主任，我甲你请教吼，咱啥物叫做骨髓的这个移植？是一块骨头内面的骨髓啊，摕咧换，还是安怎？互咱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，好无？最主要的是讲，咱的骨髓内底有足侪造血干细胞。这个造血干细胞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抽骨髓的方法，不过现在比较少用。另外一个另外几个方法就是。周边血干细胞的分离的技术，把骨髓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用血液分离的方式给分离出来，然后干细胞拿去做移植，让血癌或者是贫血病患做移植，来治疗他们的那个疾病。你安尼讲啦，你30年前吼是爱拄50针以上。哦，一针抽到5至10 cc 安尼来做这个干细胞，爱用你的体重来算，讲你有几粒干细胞啦。做几重？啊，无啦，拢总创好好咯，拢一包安尼注落去啦。啊，内底就爱算讲你的量有够无？迄阵要有脐带血嘛，爱干细胞。啊，即马20年前就开始讲，安尼有的人无爱拄遐侪针，真痛苦啊。所以说，该用细胞分离术，把你的干细胞注入你干细胞为骨髓的，再走去普通的血内底，啊，把你敢若洗油机安尼吼，洗几下。洗你的血呀？洗你的血，把你的好的干细胞洗出来，啊，整个化学治疗了，注转去患者身躯内底啦。安尼就是干细胞的。好，主任吼，我甲你请教吼。那么，即马现代的科技，甲恁即马用的这个技术吼，会减少痛苦一定的啦吼。啊 ，AI 的辅助啦，还是讲做这个基因的 NGS 啦。即马目前为止吼，以咱主者来讲，咱用的这个方式是啥物？这3项拢有咧用吗？我有用 NGS， 刚刚你提到的那种方法，也用基因的定序的方法来做。免疫基因的测试跟分析，所以现在方法应该是最先进的检验的方法。啊，这物件拢是在已经发生血癌，才来做检查，还是讲我有通像咱来做一般的这个抽血，有通好检查讲，你就有可能发生这个血癌吗？目前是无这个方法来预测什么人患这个血癌这个疾病，但是做免疫基因的检测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检验，不一定要患病了才做检验，所以可以事先做一般的配型的检测，所以免等到破病才来做检验。主任，你头讲一般类型的检测。这一般类型的检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一个健康还是破病的人，伊将伊的血内底迄个白血球，然后分析就是萃取 DNA 来做这个免疫基因配型的检验。那检验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NGS 的方法。还有基因定序的方法，
这些都是分子的检验方式，准确率非常的高。哦，所以这有通好来处理就对啊啦吼。对主任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在线顶稍等吼，我来请这个咱的张医师来讲吼，张医师请。一般吼，正常人袂要求你去做啦。基因做出来讲你无正常，你嘛无一定会发病。啊，毋过有诶少数像黏癌，像安吉丽娜·裘丽吼，你就知因妈妈就是黏癌嘛，所以伊也无得黏癌，伊去验讲哦有布洛卡基因同款型诶，啊伊就预防性质甲两个切掉，迄款诶较有啦。啊，像肺癌即款诶吼，无建议讲无代志就去做，因为即个变化，你2年前做，3年了后无一定是正确诶啊。这是随时间年岁老化，基因会变化，所以你若无病无建议啦。无病无建议。除非像黏癌即款诶，还是大肠癌较特殊诶较有啦。有家族诶。就是如果若像我即马即样的这几项，我就有疲劳、骨头痛，有当乌青，有当气花出血，你有建议我做？无啦，看我门诊就好啊。看你的门诊就好。来抽血讲有可能哦，啊你再来做就好啊。哦，先抽血再来讲。所以我头一步先互专家看过，有需要他第2步再来开钱。我来问一下尤主任哦，主任，若是我即马镜头哦，我有疲劳啊，骨头痛，啊，若当时去弄着乌青，啊，气化入喙齿的时阵，气化出血，啊，你有建议我来抽血无？平常时你若经过操劳啊，你会骹心手软啊，骨头痛、肌肉痛，这应该是与运动的关系啦。但是若讲随时你小可去弄着乌青啊，还是讲你的那个有贫血的状况，那你就要注意做一些血液的检验。嘛是爱啦吼，会使啦吼。是啊。好，你平时做一些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，比如说你做一摆啊，检查你的状况啊这些。是，主任吼，咱即摆所知有传统的化疗啊，骨髓的移植，有标靶的治疗，有免疫的治疗，啊，这拢是爱看什么情形才来做防护。那无有的是讲较老的，你都唔通做化疗啊，袂记载的，还是讲有其他的这个标准通来看。那是讲有血液的疾病啊，当然是越早治疗是越好。那一般来讲呢，骨髓的干细胞移植就可以解决血液的疾病了，比如说贫血啦，或者是血癌的这些疾病。但是比较严重的，目前也可以用标靶，刚刚提到的标靶治疗啊、CAR-T 的治疗模式啊等等，还有免疫治疗等等。所以依照病人的迄个病情来决定说用什么方法上好来治疗这个病。是，主任你简单在线顶吼，我转来到咱张医师家吼，张医师，一般你若是移植了后。有产生白体的，还是讲真好顺序的，才比例才偌大。哦，你是讲化疗还是讲移植？移植。哦，这个吼，这好问题。这个一般来讲是，有2-3成会翘起，是因为伊的副作用翘起。哦，2-3成，别排斥啦，急性还是慢性拢有。啊，另外一部分是5成左右是复发。所以规个讲起来，你移植的时阵，平均伫台湾的登记的来讲，4成会活，啊，较好病可能6成会活落来。毋是讲你移植了就绝对100%拢会成功。啊，那像这个时阵尔，中医敢有效？我听真侪人讲，癌症啦、手术啦、化疗遮，拢来找中医师呢。是啊，即马卫福部嘛，拢足侪中医师有专科认证，就讲
咱即寡中医师吼，伊对癌症的治疗会使来帮咱西医治疗的副作用，也是讲陪伴咱的病人吼，甲照护，互伊有体力，啊食了好，啊伊的迄个血球的状况嘛来甲提升起来，安尼才会使完成伊刷落来所有的治疗啦。中西合璧啦。对啦。即马嘛有即种因为西医的迄个副作用较大嘛。啊，有的患者拢袂食、袂困、袂迄落啊，骹手冷，啥物货，西医就无好办法啦。啊，中医有真侪即补中益气的好的药方啦。啊，迄是用纯粹食药啊，还是要配合即个营养师因的即个食疗？当然嘛，是爱配合咯。配合嘛，咱即马医学是一个团队嘛。团队一般是拢爱转介介绍起啊，有的中医和西医做伙门诊，共一个门诊做伙看。嘛有咯。因为我是安尼问呢，病是血癌吼，即个布珠醇，伊就随着无去。啊，即个，咱另外一个笑亏名称，心玉林，伊也虽然较无元气，啊，讲话较细声，但是规张好好啊。啊，伊这是好歹理论，还是讲治疗的过程有失觉察什么物件？病就无共，一个淋巴瘤，一个血癌，病就无共啊。啊，一个较早发现，一个较慢发现嘛无共啊。这两个样态无共啦。对啦。拢是叫做血癌。啊，淋巴癌无共。这淋巴癌。啊，一个是血癌嘛。对。哦，所以咱是食食的部分的，咱营养师，那像这种后来做这个化疗了，还是讲无啦，反正你若在癌症化疗了，拢是用这体。真正就是我之前有去帮迄台大医院、台大癌症医院帮因含那个肺癌的病人讲课，就是甲这朋友讲，会使食偌济拢算，就是拢会当算，就是你莫讲哦，你啥物物件无爱食，就是你会使食入去的啊，你嘛会使食的物件，你就食，你莫讲互家己的限制伤济，吼。啊，譬如讲，我若要食冰淇淋，会使？袂使，袂使是吧？会当参详啦，会当参详啦，会当参详。医生讲啊，加热，对，但是真正就是参像你病院嘛有营养师，照会营养师，伊就会甲即个病人算讲哦，你即马爱多少的卡路里，好，你的蛋白质爱食到偌济，还是你真正食袂落去啊？不要紧，咱会使啉一寡啦，迄特殊的营养品，来伊。补充足够，这最重要的。癌症配方的营养品，伊的力量有较多啦，伊的蛋白质有较多，氨基酸较多，鱼油也较多，支链氨基酸较多。抗氧化伊的配方爱对你的免疫细胞有帮助的啦，唔是干那互你卡路里尔啦。因为我处理也有人得癌症过吼，啊朋友啊对吧？咱这收集的这个食谱有够济啦，讲这个牛肉吼，啊啥物拢无加水，啊就去吹到迄水出来吼，啊啉迄个牛肉精啊。哦，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迷思哦，足侪人感觉吼，你要食迄鸡汤，莫食鸡肉，但是其实哦，鸡肉内底蛋白质较是较多、较营养的哦。哦，所以你会使啉这鸡汤，但是你这肉嘛是爱食落去，对。啊，感觉讲啊，这个泡啊，啊这吹到变泡啊，都无营养。啊，不要紧，无你搁煮普通的鸡汤，但迄肉食入去，安尼嘛会使。总是蛋白质爱加强。食牛肉面比食牛肉汤的较够拍篮球啦。是啦，伊就食到肉嘛。哦，总是蛋白质来补充就对啊。蛋白质的爱，啊卡路里也爱，啊白蛋白，啊个头拄我讲的精氨酸，哦有较好的氨基酸，拢爱鱼油拢嘛爱。你拢会，就是你做治疗的时阵，你嘛拢会抽血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看到你的白蛋白是毋是较伤低，无就是安怎？啊，即马嘛有一寡药啊是会使直接用迄注射的方式。就是爱，互你。但是我的喙道歹啊，要安怎？足侪病人啊，伊是发病开始，吼，还是讲伊开始疲劳开始，伊胃口就无好啊。啊，若拄着讲哦，后来刷落来要化疗治疗了，嘛有的人有其他胃口的副作用，就想要吐啊，啊，拢食袂落去吼。啊，伊头拄营养师有讲少量多餐，这是一个方式啦。啊，伫中医内底，咱就会使用中医咧食食的疗法，吼，会使甲治疗看卖。
啊，就参像讲一点仔山楂，还是讲一点仔树心吼，还是讲山药吼，就咱讲日本蚵仔，还是讲茯苓即款的药啊，拢会使甲开鼻，啊，甲迄落鼻胃的功能较甲建立起来吼。那有诶是爱甲掺食一寡迄落补气血的，安尼伊会食会困，困眠若较深，啊伊较有体力啦，啊伊的抵抗力可能会较好一寡，啊伊的血球迄落状况较袂讲一直拢足虚弱足低吼。我会记得阮妈妈差不多30几档，即要40档进前，伊眼睛要过身进前，伊就甲我要求讲，伊要爱食伊食咧做的即个鱼煲啊、鱼肝，啊，但是吼，伊迄日本式的就爱降糖落去，爱讲创甲敢若翻刷安尼。我嘛是偷偷啊，无甲医生讲，我就煮这安尼互伊食，安尼敢好？啊伊爱煮好熟啦，有煮熟，有真熟，伊还佫用煎过咧。煮了食了会欢喜的，上要紧。对啊，伊食会落，啊伊讲伊胃口有甲甲加强起来，安尼就是对伊来讲是100分。规碗拢食咧，食安尼是完。真好哦。对吧？啊，但是这嘛人嘛是无去啊。当然的啦，这病的命是安尼啊。啊，但是差不多2工，伊是讲伊喙道有较好，是，物件有当加掺咧食安尼，伊喙道有较好。那伤油的，还是讲伤咸的，这就爱较注意啦。因为可能化疗以后，还是讲这病人咧发病了后，可能伊会喙破、喙苦、喙焦，还是讲喙角生泡吼，啊然后会痛，这是伊黏膜嘛会受伤吼。那这当阵就可能无法度食伤烧的吼，还是讲无法度食伤重有条工要口味的。甲我讨冰淇淋呢，讲规喙孔拢烧的啦，讲一定爱食冰淇淋，食鸡仔冰，是，安尼会使。这得会使补充迄麩酰氨酸，一种氨基酸对氨基酸，伊就会使修复咱的黏膜啦，尤其是咧喙啊、消化道的条件型所在必须氨基酸啦，啊，迄是煮的还是啉拢的？有，拢会使做啉的拢有。对，食的混，安尼混，哦，他们套混安尼就去食。对，你会使泡伫水内底，安尼来啉落去，安尼。迄这真贵哦，一罐5000块哦。安尼我不如食冰淇淋。也是讲但是伊会使修复，互你的这破气的慢慢啊好起来。吹破的啦、落屎的啦、手麻的啦，拢有效啦，神经酰胺拢有效。啊，常讲张医师讲吼，吹破，还是讲落屎，还是讲手麻，这中医的药啊，还是讲针灸，有诶拢会使来帮忙。针灸啊针灸还是讲咱来刺迄刀，迄拢会互病人会感觉较爽快。啊，伫你迄落喙破、喙角青泡即种的吼，咱就用滋阴降火、滋阴降火的药啊来帮忙。啊，迄落迄刀嘛拢会使治。啊，毋过若是医治了的病人，有可能抵抗力较低，迄当阵就袂使凊彩去外口针灸，还是讲家己学白针，一定爱互咱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吼啊，咱的主治大夫拢爱知影讲即摆治疗的状况，啊，互专业的合格的中医师来斗相共吼。是，我先来线顶吼，来请教咱杨主任，杨主任，我甲你请教吼，那他拄啊张医师就讲吼，讲一般即个骨髓来移植了后，若是有几成的人，还是会复发，吼，啊有几成有发生了败脱，啊差不多有4成左右会当存活，啊这存活率到目前为止，咱即马台湾的医学的进步到呾。差不多是偌大的比例？依照病人的病情啊，譬如讲，若是讲贫血啊，地中海贫血啊，再生不良性贫血，干细胞移植成功率是非常高，90%以上都可以成功。那另外的疾病，比如说白血病、急性淋巴性白血病、急性的骨髓性白血病。那个成功率当然就会比较小，你可能40%的机会，所以要看病人的病状决定他的成功率。那另外就是免疫基因的配型的吻合度也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排斥啊或者是抗宿主反应，如果是基因配型的吻合度很高，那这些副作用就会很少。那以目前的医学的进步，其实及时的诊断出来疾病，及时的做干细胞治疗，
他们的存活率都会不错。主任，这个配对吼，敢会真困难？还是讲其实以即马咱的这个骨髓的这个关节也好，还是讲咱要以这个技术来讲，这个配对其实拢唔是困难的代志。比对的这个技术是足简单的，最主要就是讲一个资料库内底呢，要有足侪自愿的关键来加入，安尼病人找到适当的这个关键呢，机会就较悬。所以，阮鼓吹呢，所有这个健康的人呢，都来参加组织的骨髓资料库，让台湾的病人啊，全世界的病人拢有机会来得到这个治疗的机会。主任，我甲你请教，因为咱敢若知影讲关节吼，唔知影讲这什么过程，这会痛袂？爱住院袂？创啥？你讲互咱听好无？目前的技术其实袂痛，因为拢是用这个细胞分离的方法，就是所谓的周边血干细胞的分离技术来分离干细胞，没有手术也没有麻醉，所以现在98%以上的捐赠者都是用周边血干细胞捐赠的方法。这种方式呢，干细胞的量会很高，所以呢，对于移植来说也是另外一个好处，所以是双全双赢的一个状况。是抽血吗？无，关键的人爱先注射，先注射，带一天，注迄个白血球的生成素，荷尔蒙，注好白血球增加起来，加收伊的白血球，带一天就会使。主任，咱注射嘛是爱带一天吗？无对，带一天对，但是事前呢，爱注这个生长因子，来促进它的白血球的分裂，然后让更多的白血球从骨髓里面跑到那里周边血，那周边血就可以用血球分离的技术来分离捐赠者的这个造血干细胞。迄一天白血球突然间增加，咱会安怎袂？无害处，无歹处啦吼。无害处。所以爱做好先啊，无歹处啊，就鼓励大家来好好来做嘛。是。有通1减25，譬如讲，咱来去抽血，佫有通转来佫甲你检验讲，你这有啥物。咱做这个关键的时阵，敢有顺续甲咱做啥物检查？CMV 啊，B 型怪啊，C 型怪啊嘛，拢爱做。爱做嘛吼，主任。一般的健康的这需要做的部分，拢会做，比如说有高血压啦、血糖过高啦，或者是血脂过高啦，这个都会在事先就有做这方面的检验。所以目前为止，咱的骨髓中心，你感觉台湾人的这个习惯，敢有这养成这个习惯，讲会要来养药来关注这个骨髓？有进步的空间啦。有进步空间啦，吼，所以在节目当中，甲大家讲，这袂痛，带一天去病院去旅行，而且佫甲你做检查，佫做好心。是，我唔对，顺利双救人啦，救人嘛，无得家己一天嘛用会着啊。对啊。咱会当家己关键用家己的吗？嘛有啊。主体移植现在还是有在使用。好，感谢主任。刷来咱转来咱现场吼，他昨张医师就讲，会当自己意识互家己，迄就是迄阵时还未破病的时阵会骨髓。无，你讲的是算讲骨科咧开刀啦，家己先管家己的血啦。咱自己的是，你一定破病啊，一定着癌啊，迄个癌无走去骨髓内底。因为你要用真大量的化学治疗，还是放射线治疗，互你身躯规个细胞拢死了，所以你的干细胞先抽出来，放喺外口。等你即个化学治疗做完，家己的血注倒转来啦，
是安尼啦。哦，是这哦。嘿，伊要甲你爆炸，你先去边仔糜一下，等下佫转来安尼啦。你自体移植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血癌这种的啊，佫无讲，我多年进前我家去。袂使，因为血癌表示说你家己的细胞已经有问题啊，有缺陷，有不足的所在，所以你用家己的嘛无法度，爱用别人的，因为别人的含理吼是排斥嘛，利用这个排斥的时阵来增加你的对癌症的这个毒杀作用，毒杀。哦。外口来我一定甲你毒杀嘛，啊你家己对家己的容忍啦。哦，这医学问有遐大，甲咱中医咧讲的以毒攻毒是真有道理的相通哦。是啦，啊，毋过即马咱治疗内底毋单敢若以毒攻毒啦吼，就是讲若血还是讲发炎较侪，咱是用以毒攻毒，还是讲来清血降血即个方式。啊，其他的时阵，若是讲咱的血球伤低啊吼，咱的白血球也是讲迄落贫血啊欠血，还是讲咱血小板若伤低，咱会用其他用保养的迄种中药来帮忙，就参讲若黄芪啦，还是讲骨落利参加啦，还是讲丹参啊即款。咱咧听的迄个骨落利参加。是啊。啊，平常时迄变成药的迄也通好食吗？爱专业的中医师看你即马抽血的状况，啊，甲你即马伊着血炎还是讲炎症的，迄落即马治疗的迄落进度是伫倒位啊？咱再来做配合，袂使家己外口白买哦。啊，咱黄师，你在恁的观点讲，咱平常时通好食啥物物件，有通来医治卖着血癌，这个敢有成立？其实血癌这就是甲基因嘛，还是讲你接触着化学的啊，还是讲放射线了迄落电光，这若是伤多，这较有关系，较有关系啦。对啦。所以就歹讲要安怎预防即个病啦吼。啊，那平常时咱就叫大家养生的即个观念上重要，就是讲爱食好啦，啊困好啦，啊迄落身体较毋好，足侪发炎的物件，爱定期来去做一寡迄落健康的身体毋好发炎的物件，就是讲咱爱食有补气补肺的物件，啊袂使定食讲吼油的啊伤迄落苦的甜的啊，吼啊讲伤咸的啊，糖分伤咸的，是啊袂使伤重口味吼，伤刺激的，嘿，重油重咸的，这就咱爱较撇免，毋好讲定食啦吼。三不五。所以咱中药内面、中医内面，尤其汉医来讲的是，这个发炎的物件，就是你他所讲的这个物件。是啊，发炎就是咱血。啊，那西医来看，哦，发炎的物件是自由基。自由基的增加，自由基的增加。按照来请教营养师啊，食什么物件自由基会增加，啊，食什么物件自由基会较降低？就是参像咱全世界讲上好的饮食，就是地中海饮食啦。伊就是保护咱的大脑啊，保护咱的健康，然后上抗炎的一个饮食方式。啊，地中海的饮食就是强调讲，咱爱食足侪天然的这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，这较原始的形态、原型食物的概念。就是咱定定。咱家伤精致。嘿，对对对。卖加工的啦。卖加工的，对，你卖讲食白米饭啊、白胖啊、白面啊，你着爱食这黑米啊、侧米啊、麦片啊，吼，或者是全麦啊、番薯啊，这种物件，安尼就较好。啊，也是讲食蛋白质，蛋白质来讲咧，就是伊建议会使食这豆仔类，像是黄豆。豆腐，嘿，是植物性的，无就是你食海产的鱼啊，哦，鱼啊内底佫有 omega-3，哦，这拢是足抗发炎、抗自由基，这足好的物件。啊，佫有就是爱，你讲你爱食这甜点啊，这就是一礼拜吼，伊有讲哦，互你食2摆尔。啊，佫有通2摆啊，你袂歹咧，我掠做讲1摆安尼啊。愈少愈好，安尼。对，若人讲无咯，我这是食迄个即个阿巴斯，我这阿巴斯甜，我这人工甜的，我敢会使？哦，无好。即摆研究嘛是讲吼，这无好。人工甜吼会影响你的肠啊益生菌，
颠倒无好。对。就是应该是讲，足侪物件是以前的人就讲吼，参像咱的这饱和脂肪是较早的油啊，植物油嘛，伊较俗嘛，但是伊是液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伊要运送的时阵就无方便。啊，科学家就用迄方式吼，把它变成固态的人造奶油。好，讲讲安尼食了真好啊，安尼嘛足俗。啊，结果即马就发现讲这人造奶油无好，对身体真正无好，所以这margarine 这种物件，对，啊，即马嘛是啊，这阿斯巴甜啊、蔗糖素这种人工的糖分，伊袂互你的血糖有波动，但是咧，即马就是研究发现讲，亲像医生讲的，伊会互你的菌啊，好菌，益生菌，嘿不好，但是菌很重要哦，那个肠脑轴线，吼。就是这拢是和你规身躯拢足重要。免疫力含你胃肠的吸收有关系。microbiota environment 就是讲微生物免疫的菌丛就爱好，咱人的迄个抵抗力才会好。因为人讲哦，食甜安尼身体会发炎，所以甜拢不爱食，安尼敢是？天然的上好啦。天然的你会使。天然甜，比如水果甜。你水果甜会使，但是一缸嘛是爱食，就是我的餐盘拢讲，你一顿上济就是食一个滚头母，安尼会使。反正拢食规斤的啦，迄都袂使啦，袂使讲水果天然都会使食袂使。像这样5月节奶鸡大出啦。啊，安尼头一工食8粒。不，你一顿，你也是无糖分问题的人，你一顿你会使食8粒啦。啊，3顿的咱食2、4粒。但是你爱分3顿哦，莫一顿食遮尔济哦，你的血糖会安尼。无啦吼。食早起无人咧食奶鸡啦。抽血检查看讲血糖有啥物问题，若是拢顺的照营养师讲的，咱国健署吼有迄个营养素迄个标准就会使。啊，若讲奶鸡头拄仔讲奶鸡即种水果是好食，佮甜啦，啊佮天然嘛。啊，毋过伊伫咧中医内底嘛是较热，会较会血大的，所以嘛是爱适量就好，袂使伤超过。但是像百面像这种血癌的这个患者，若化疗时，这大概一概拢袂使啊。你就煮过，煮过啦，爱煮。嘛会使煮过。会使，你会使买罐头。罐头啊。啊，煮汤嘛拢会使。煮，所以较早来啊，20世纪里水蜜桃安尼尔啦。水蜜桃，吼，往来无人往来的位置。那是煮迄白梦米啊，对。煮白梦米安尼。奶啊，甲白梦米，甲百合啊，吼，啊，佮莲藕即寡的迄个药食食，啊，甲药啊嘛是有药性的，迄拢会帮助咱迄个肺炎病人的黏膜会恢复啊较好。哦，这对黏膜较有帮助。是，较有帮助。那就是这黏膜对着咱癌症的患者有啥物意义的？有啊，这是天然屏障啊！啊，黏膜有破孔的时阵，细菌就走入去啊。啊，肠啊是的，喙嘛是共款啦。啊，咱一般在食食的时阵，要安怎保护咱的黏膜？无食槟榔啊，无啉酒，无食薰，一般拢会好啊。无啉酒，无食薰。啊，佮袂使暗光照伤晚困。那暗光照伤晚困，超过12点以后再来困，定拢安尼的人，伊若抽血检查有诶发炎的指数嘛起来。咱中医若再袂起来，啊看喙齿啊，看规个人的身体，就知影讲这个人火气会较大，啊阴虚就是讲黏膜就较歹的。是，啊若在食物件顶头有啥物物件是恁认为讲，这个可能抗癌、佮抗炎发炎，啊而且佮降火气，有这种物件。十字花科。哦，就 broccoli， 对，十字花科，啊，十字花科除了花椰菜啊，佮有啥？花菜啊，佮有啥？高丽菜嘛，高丽菜嘛会使。白萝卜、白菜头，白菜头，就是迄那个当天的迄那个叫做什么？芥拿。嘿，对，芥拿菜。对，差不吧？对。大白菜嘛是啊，其实足济呢。高丽菜是，大白菜，哦，菜头，哦，啊，这个花菜，花菜，啊，这种物件，但是咱台湾除了这款物件，其他的物件嘛是爱配咧菜价吧？对啊，你就会使用好的油来炒，你会使用橄榄油啊、苦地油啊来炒，啊，这就是好的油，佮加好的元素，
安尼的到做会对。简单讲吼，张医师，这血癌是无法度来预测，对，吼嘛，但是有这个镜头的时阵，咱有通啊，赶紧来做检查。愈赶紧愈好，爱贵人啦。你莫拜五拜六才来病院，你有诶检验都无开好啊，所以爱较早来咧啦，骹手紧咧，3工以内白球降落来，降到5万以下，机会就加真大。啊，你反正拢10多万、20万的白球哦，一礼拜拢袂降落来，稳死。哦，所以破病爱经时间的。对，唔好拜五拜六来。爱注意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